看 NHK 报道讲，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将开始进行放流设备的试运转咯。南韩甲中国搁再表示反对，咱国内渔民嘛是真惊讲，若是到时阵放流，海洋受到污染，唔知要安怎办。为了掌握上新的信息咯，原民会搁再组团去日本，要实际去了解。 福岛第一核电厂含川废水离正式排放进前，12号先展开放流设备的试运转。NHK 报道，东电希望6月底进程来完成。附近国家中国甲南韩犹原表达反对排放的立场，国内渔民嘛表示惊吓。苏澳区渔会烦恼洄游的鱼类像青灰、扇巴、蚵仔床等受到影响，恐惊会冲击到当地20亿的渔业产值，煞找无人来赔偿。 恐慌就对啦，会使你讲哦，万一若受到污染的时阵哦，我连饭碗拢无去啦，生活拢不是生存嘛，嘛无照生存啦。万一若受到污染的时阵，咱遮上啥人要赔偿？ 为着要让渔民了解到政府已经强化检测甲采样的能量，确保食鱼安全。渔业署今年伫全台湾已经举办30-40场的座谈。原能会强调海水的采样，这3年来提升3倍，到今年已经有107个点。渔产品采样提升10倍以上，来到4000件。掌握海水辐射的背景值，就袂发生无人负责的代志。 这个基线如果在排放前已经掌握住的话，那后续如果有超过这个基线的一些异动，我们就可以立刻掌握，知道说就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可以去比对，说已经有掌握到这个异动的一个状况。 为着要掌握福岛第一手排放资讯，原能会第3度组观察团22号前往日本。原能会指出，目前模拟含川废水为福岛排放了后，会先往日本的北方去，再到美国西岸转向赤道，最后透过乌条来到台湾，估计要开3到4年时间。目前模拟川废水来到台湾海峡的浓度大约20的负6次方贝克，比背景值低非常多。 记者林前梅、王兴中台北报道。